歡迎大家嚟到咖啡一星人，今日講下呢個水洗處理法。咖啡果浸水發酵會產生呢個天然嘅乳酸菌，佢哋咧會分解呢個果膠啦，同時會抑制呢個壞菌嘅，令呢個咖啡嘅酸味乾淨。但係咧唔講你唔知啊，沖洗1公升嘅咖啡豆竟然要用到40公升嘅水，等於沖涼15分鐘嘅水量。咁乾淨嘅關鍵咧，就係呢個發酵槽要不停咁樣換水，沖走啲果膠啦，仲要用高壓水槍嚟洗豆啊！其實咧，喺呢個哥倫比亞農場發明咗循環水系統，慳咗80% 嘅水，仲要用啲果膠水嚟種蘑菇添，正啊！靜雞話你知啊，肯亞嘅水站咧會按照水位嘅深淺度分級，淺水槽專攞嚟洗啲 AA 級嘅靚豆。下集講蜜處理，原來呢個蜜字係一場美麗嘅誤會。今日講到呢度先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